為咗將來嘅生活，我哋經常以工作優先，擺自己喺最後。每日好努力工作，覆百幾個 message，開無數個會，直至 OT 到深夜。有時我哋甚至會對自己呢種麻木嘅忙碌產生一種莫名其妙嘅虛榮感，覺得自己好充實，覺得辛苦呢兩個字就好似係通往成功之路嘅一把鎖匙。今個星期我讀咗《高績效心智》呢本書，完全推翻咗多勞多得嘅傳統思維。作者認為麻木嘅忙碌只會令你不斷咁樣犧牲自己嘅人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海倫。今集思維手記唔係想教大家點樣好似本書咁樣成為最 top 嗰1%，而係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概念：工作唔係加法，而係減法。我哋唔一定要犧牲自己嘅人生同時間去過大眾眼中充實嘅生活。今集想同大家分享3個實用嘅工作心法。第一種，雙重專注。平時我哋講嘅專注通常都係指同一時間做一件事，但係雙重專注嘅層次完全唔同。第一係主動減少分散你注意力嘅事，第二係收窄範圍，將剩低嗰一件事做到極致。透過呢種減法同極致，你先可以將有效嘅資源放喺最關鍵嘅地方，發揮出最大嘅槓桿效益。喺日本紀錄片《壽司之神》入面，小野二郎將雙重專注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幾十年嚟，佢嘅鋪頭只做omakase，目標係純粹將親自精選嘅20件壽司做到完美。其實以佢嘅名氣同能力，要開連鎖分店賺大錢係一件輕而易舉嘅事。但究竟係咩原因支持佢選擇拒絕呢一啲嘅誘惑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小野二郎因為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人嘅精力同體力係有限嘅。如果咩都想做，就冇可能將每一件事做到最好。所以佢將工作嘅重心收集到做好呢20件壽司，自然就會有足夠嘅時間同埋心力去發揮每一款食材嘅極限。亦正係因為呢種少即係多嘅堅持，令佢連續10年獲得米芝蓮3星最高殊榮。小野二郎嘅壽司之所以能夠賣出頂級嘅價值，從來唔係靠佢嘅數量，而係靠佢嘅專注極致，喺最正確嘅地方努力，創造出驚人嘅槓桿威力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咁佢係大師啊嘛，但係我只係個普通人，有咩資格可以去拒絕同埋選擇啊？其實我哋之所以唔敢拒絕，可能本質上係因為恐懼，驚錯過機會，驚被嫌棄，驚自己會被社會淘汰。但係高績效心智提醒咗我哋，做更多往往只係一個逃避思考嘅藉口。當我哋用忙碌填滿時間，其實係消耗緊自己嘅體力嚟掩飾自己對選擇嘅不安。所以勇於對唔重要嘅事 say no， 唔代表你懶，而係你終於開始為自己嘅人生奪回主導權。第二，學習回卷。工作要做到專業精準，係需要時間去磨練。著名嘅10000小時法則就係指出，只要你肯花10000個小時去練習，就可以成為某個領域嘅專家。話雖然係咁講，如果10000小時真係有用，點解好多喺職場打滾咗10幾年嘅人，表現依然咁平平無奇？其實熟能生巧呢個理論唔係唔 work。但如果不加思索重複咁去做，就算你幾努力，都只係熟能生鏽，浪費時間。作者提出咗一個新嘅學習理論，呢個理論係一個學習循環系統，佢包含咗4個嘅步驟：第一，做或者重做；第二，衡量；第3，回饋；第4，修正；
呢個方式最核心嘅重點，其實係在於衡量同埋修正，避免咗我哋陷入一個麻木努力嘅狀態，帶動我哋去思考同埋改善。加州有位醫學飲食部門嘅主管叫做布利塔尼，佢管理一個22人嘅團隊，要負責全院400多個病人嘅膳食。但有幾個月嘅時間，團隊嘅表現好差，病人嘅滿意度跌到落谷底。佢幾乎每個星期都要親自去病房向病人道歉。布利塔尼佢係營養學出身，根本冇受過專業嘅管理訓練。每次問大家有咩意見嘅時候，全場一片沉默，完全冇人回應。換作一般人遇到呢個情況，可能早就放棄咗，或者怪下屬唔配合。但係佢選擇建立自己嘅學習回路，佢運用咗3個溫和而且有效嘅策略，慢慢扭轉咗工作上面嘅困局。第一，將大技能拆散成多個小技能，每日慢慢進步。上一次過提升管理效率太難一步到位，所以佢選擇從小問題入手。例如開會問大家建議，佢會思考點樣令員工喺冇壓力之下輕鬆開口。佢將原本嘅問法，大家有冇意見，改成具體嘅問法，大家今日覺得呢個流程有邊啲細節位可以改善。單單換咗一個問法，就有效降低溝通嘅門檻，大大提升咗團隊嘅參與度。第二，追蹤數據同即時修正，佢會直接記錄每次開會團隊提出嘅意見，而且每次做完新嘅嘗試之後呢，佢都會即時向同事收集意見，從而快速調整同埋修正。第三，每日15分鐘小實驗。作為一個新主管，佢冇一下子推翻整個部門嘅舊有運作，亦冇逼住自己要成為一個完美嘅管理者。佢每日專注用15至到20分鐘修正一啲嘅小問題，例如改善自己簡報時候嘅小動作、報告內容，又或者係同團隊溝通嘅表達方式。如是者，佢每日反覆實踐學習回路，最後布利塔尼成功提升咗病人嘅滿意度，更加將自己由一個懷疑自我嘅新晉主管，一步步成長為一個優秀嘅管理者。呢個案例話俾我哋知，好多時候真正嘅改變未必係驚天動地嘅大變革，只要將目標拆得夠具體，喺日常生活慢慢咁樣改善，當時間累積咗，就會轉化成一種驚人嘅力量。就好似布利塔尼咁，佢最後成為咗一個優秀嘅管理者。第三，重新設計工作。好多人有個誤解，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解決嘅方法就係去捱夜，每晚去 OT， 每個星期做足56個鐘，以為工時越長，回報就一定越好。麻木嘅勤力其實係一個陷阱。忙根本唔等於有價值。有一個超時工作嘅研究顯示，如果每星期工作30至50個鐘嘅人士呢，佢嘅表現確實係會上升。但係去到50至60個鐘，其實增長就開始停滯。一旦每星期超過60個鐘，表現就會直線下降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榨果汁嘅概念。開頭嘅時候一榨一定好多汁，但係榨到最後都只係整返1-2滴。靠頂硬上唔係一個長期有效嘅方法。其實重點唔係延長工時，而係重新設計你嘅工作，睇清楚做緊嘅事到底有冇價值。好多人平時只係睇效率，但往往忽略咗一點，就係到底你做嘅嘢對其他人、對團隊有冇真正嘅幫助？書入面有2個案例，大家可以對比一下。有一位惠普嘅資深工程師，佢為咗準時交出一份季度報告，將所有同事嘅工作全部推晒。
佢花盡心思咁樣不停趕工，最後真係準時交到貨，完成佢自己達成嘅目標。但係佢意識唔到，加州嘅研發部早就唔再睇呢一份報告，所以呢位工程師淨係顧住自己嘅目標，完全就唔理外圍嘅實際需要。最後佢雖然忙咗一大輪，但係創造唔到任何嘅價值。另一個係食品廠嘅技術員，佢叫太歲。老闆評核太歲嘅原則就係計佢每一個鐘頭可以包到幾多罐罐頭。其實太歲佢只顧自己完成工作就應該可以放工，但有一日佢主動跑去廠房問同事，大家工作上有冇咩嘅難題啊？結果佢就發現包裝嘅紙箱唔夠正方，貨倉嘅同事堆貨嘅時候要花好長嘅時間，拖慢咗整個出貨嘅流程。於是佢就花時間微調咗自己嘅包裝流程，令紙箱一出機就正正方方。結果倉庫嘅工作效率大大得以提升，貨車可以準時開車，成個團隊都受惠。太歲佢跳出自己嘅框框，重新設計工作，提升咗生產嘅價值。到最後，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以為努力就係要對所有事 say yes， 但係真正嘅高手反而係懂得無效嘅忙碌，勇敢地 say no。 工作嘅目的從來唔係要耗盡你嘅人生，而係要成為你實現人生價值嘅工具。認清邊啲事值得做，將精力留俾真正重要嘅事，你先至可以越做越輕鬆，越做越有價值。希望今集思維手記可以幫大家卸下盲目勤力嘅呢個枷鎖，用簡化嘅思維贏返屬於你嘅時間同人生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